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53。才智之出验，实于有为法也。其经验之途，由知识见故，由是之道，则是广才恒。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无论是看得到的，或是看不到的，只要是意识所能察觉到的一切，意识能起分别的一切事物，或有形或无形，都称为有为法。我们一个人的才华和知识、智慧和聪明，都是从一切有为法当中经过实践而总结、提炼、鉴别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实践出真知。因此，我们的经验都是由知识去具体进行鉴别一切有为之法，并分别于每一有为之体的因缘别相而得到的。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，自然而然就会学识渊博，才气横溢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